前几集嘅節目地位，我哋收嘅青島苗栗老新竹嘅古土。呢條古土除咗運送民生物之外，最重要嘅主角就係東方美人茶。呢條茶米都係送去淡水，後嚟出口到外國去。不過嚟到淡水以前呢，還有一個千重要嘅內陸轉運站，也就係桃園嘅龍潭。也是中國高度前嘅故事地點，就係呢片了。冇錯，我哋係從古高度前，觀眾朋友，我係你的主持人小戴家雲啊。以後今晡日呢，我哋攝製組啊，吼，開那北二高來到桃園了到 VL， 接到我哋嘅浪漫台山線，了到 V 所呢有3隻新漂亮的總條，你看會不會？哦，3行誒。還有雞片呢，雞片枸杞啊，吼，這係我哋加安。還有吃行枸杞呢，這係我哋嘅搶水啦。啊，蛋糕啊，吼，這係我哋真有名嘅三門水庫啊。呢下呢，來同你講一下，這三門水庫啊，吼，改變了呢3隻總條地位，3條嘅秘密小古道。今晡日呢，我哋從古高度前，老大秘密小古道請出來，今日呢會同你講六條壩嘅石門水庫，還有呢潘回過往。今晡日我開哪條古道呢？同我去開來嘍！今晡日嘅故事地點呢，就係桃園龍潭嘅3行。3行位在大漢溪嘅順方，早期就係靠近大漢溪發達嘅船運水路來形成嘅客家村落。今晡日我紹嘅3條小古道呢，就係位在大漢溪嘅流域嘅範圍。喺大甲大路嘅鐵條上呢，就會從西頭一邊睇嘅前3行村嘅村長齊美輝，佢講啊，3行呢一片嘅精彩故事啊，呵呵，實在很多哦。阿輝姐啊，你下地圖資料位啦吼，那蛋糕呢有看到青島的個什麼大漢溪啊，還有中山科學研究院，我連都位嘅係3行嘅，係冇？錯，你哋你下都兩行咧，吼，3行嘅。哦。你下都兩行嘅所在係，你哋在地嘅永福宮、永福宮。之前呢冇台山線嘅時間呢，三門水庫吼忙起，你哋3行嘅有隻碼頭，都兩行石板古道，兩行下來都3行嘅，吼都兩太漢溪順後啊有一隻米輪。哦，米輪。兩行有古道就係，你哋開單啦。吼，即係沙灘啊，吼，沙頭啊，開單，我開到迄個總頭去。吼，古時石門水庫嘅去了後咧，人家保留青島嘅老嘅建築物，比如講誒獵屋啊、清泉地啦，吼，獵三坑老街啦，吼，全部係之前咧保存留下來嘅建築物。嘉園一下嘅位所就係3行路嘅幾代嘅元福宮。元福宮係3行最早嘅廟。咪係採體居民嘅信仰中心，幾百年來看清3行嘅興起流沒落。阿爸，你下問你啊，幾多歲啊？86歲。86歲有樣冇樣啊？會唔會係永福宮啊？嗬？永福宮哦，嘅歷史啊，冇錯，有272年。哇，200年按舊誒。係272年。誒，這廟是兩村人，到嘉安村了。兩村人，他做上咗槐子鋪啦，嘉安村他做上咗槐子鋪。後來咱改過嘉安村。3行到嘉安都位在大漢溪嘅河嘅地方，一下呢都已經對村升級咗離了。3行喺下層，嘉安喺上層，兩地之間可能一條千重要嘅古道來聯絡。等一下，我哋再嚟紹介。大家一下喺畫面上看到嘅就係3行嘅路嘅。雖然像係短短嘅百貨工廠，實係龍潭較早發展嘅地區。3行嘅村落就係以元福宮做中心，向南北來發展嘅。哦，呢下咧，我哋永福宮啊，吼，喺地背咧供奉哪一尊神像？你可以同來講一下。啊，永福宮啊，政府係做3官太子啦。點講啊？一般讀書家講啊，姚順宇啦。哦，3官大帝。哦，姚順宇嘿。有天嘛，伊供奉33鬼王嘛。33鬼王。那昨天嘿，嘅馬祖婆嘅觀音佛祖嘅。還有看到嘅義民爺爺係冇？係那邊這邊義民爺爺嘛有誒。有啊。哎呦，阿 King，按有啊吼，俺那個證據啊，吼就出來了。你啊，大位數嘅永福宮嘅經營，後客家人親有關係，你看咯，33鬼王。客家人拜嘅。
啊主神三官大帝，咧一天嘛喺客家人拜的，还有咧伊敏雅雅，冇错，按用呢有供奉了三尊神，然后就做啲推测了，那到为了肉庙的老客家人真有关系咧。我那没101年哈，没开始8月24开始维修，啊，101年哈，跟几下班师傅就开始了，我讲因为俺没有资金嘛哈，跟条包上一座青龙来哈，跟我杜建铺都冇按多钱啦，钱按哪边来咯？青龙人都我讲，你拜头讲哈3个人，如果按样咩，讲这样就每门1块，你就点上去个后天哈。你就你讲，我记下训练，为3个人做事情了哈，很多都是，但是你看我讲行路，你我什么地方冇工厂，冇忙事，啊，全部农业，而请到几千万的资金咯，实在就不可能。助理讲，纪念日诚心向三山国王祈求，明日早暗响无停过，就按用各位半年。就有对台北来嘅信徒落件，前面呢竟然摸到几下千万嘅善款，将做得老云福宫修建到安完善。三行路嘅以云福宫做中心，向南北来扩展。因为发展清楚，故所有龙潭体育嘅称号。最难得嘅係，路嘅多件呢原來嘅樣嘅無變，還有清流嘅客家風情。基本呢來到呢邊呢，除了突然來看嘅樂府以外呢，阿飛機有講啊，佢要請一隻香蘭姐。香蘭姐。冇錯，要買去請佢呢，唔啲問佢之啲咧，好唔好？好啊。好，來去夾來看香蘭姐在哪邊？香蘭姐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我過去咧。你好，嗨拜，咚。香蘭姐來到廖大邊啊，吼，唐講啊，吼，你廖邊香蘭姐吹爆千里花，係冇？嘿。太家專講啊，香蘭姐，我問你哦，在傳統嘅客家吹爆，會做爆嘛？拿半看啊，8看啊，10看啊。什麼？哦，哎呦，哇，裡面很多東西哦，講條看嘛，愛用看起來，哦，小蘭從你做出來，有咩啊？有咩啊？哦，啊，你底杯有乜嘢東西啊？有醬豬肉，醬豬肉，有蝦皮，香菇，還個蒜呢。還個蒜泥、香蔥，係講到呢位啊，吼，即做做搞本案哦，你試試看啊！等這等了啦，吼，你看真緊啊，吼，客家傳統的吹爆，還有吼，來客人一人一半，感情不會散，好冇？來一半。香蘭姐就係到店嘅後輩賣吹爆已經有幾下10年了。除了吹爆，店嘅地位還有賣烏板。吹頭板了了客家美食，比清沙皮老太家講，保證食得到最傳統、最菜地又有阿婆面氣嘅客家美食咯。QQ 誒，嘿，裡頭會做3加4道誒裡頭係蝦子、哦，你純米做嘅哦，冇落粉嘅哦。冇落粉。準備做嘅啊，吼，客家傳統吹爆，底杯啊，吼，我知道。先鹹嘅，有啲鹹啊，有啲鹹，唔過了有啲鹹先會香哦。你全部鹹淡淡食到就冇食啦，淡淡淡啊。淡淡嘅糯米頭啊，吼。對啊。冇錯啦，我客家人講啊，吼，有時樣樣有理做事啊。對，唔可以放嗰個板皮啊，放個板皮就唔會鹹嘅。哇塞！嘛，所以用個斑馬，用斑馬一起唄。斑馬。哎，對，要落斑馬。而家專門用個機器攪，他做完人就用手切，肉頭擺就用手切唄，而家就用機器攪。用手切要切幾久？我搞切米久哦，食了菜包一難做呢。喂。對啊，當刀工啊。香蘭姐講，三行路嘅因為太行海嘅船運來運用，未因為太行海嘅水利港下來稍來沒落。廿多年呢，因為附近有青島重要嘅國家機構。三行是本人建建，路嘅風貌未因此咁樣做得保存下來。也阿飛機再帶大家去看另外一個本人保留下來嘅景點哦。你要修嘅馬啥本愛啲啊？哦，張二哥。張二哥誒哦。哦，真嘅呢，
张二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哦，俺小欢戴，迎欢迎欢迎，好好张哥，俺黑你张哥做对吗？啊，都可以都可以。你看阿 Kim 啦，好阿哦哦，会不会是清泉地？清泉地迄个相种的个糖货呢？唔咩，啊糖话呢清河糖，清河糖，河北清河县。那肉铺啊，肉铺坊啊，哎你的肉铺坊，这条位有几久的时间？那我这房正式盖是在1895年，光绪12年，到现在有120几年了。哇，8公年的历史嘞！最先盖还不是在这个，因为这以前永福宫在这里。哎呦，这条位俩还甜呢。那个石头就是永福宫那个庙的基石，有没有？哦，你看沙崩啊？哎，沙堡的石头啊。哦，跟肉有拜沙崩，那就是永福宫永福那个墙角的墙。哦，哎呦啦，好，观众朋友，俩下好来图你来看一下，俩下会不会甜啊？这些遗址啦，哈。哎对。今年在那边这个马沟一直黑了，真困呢。哎。对，所以大正13就民国13才迁到那边去。哦。对，原来暗涌。不过俩，你看俩清泉地老跟永福宫嘛有关系哦。有啊。因为真困呢。跟庙主吼，跟两个出的咯，那24号嘛吼，哎，跟从啊庄木从这个捐出来的。哇，就喺头前一入店，迄看到迄个。跟两只龙柱嘛。个古董呢。啊，系啊，古董。大正13年，就民国13年啦。哦。像俺哋什么，我都俺出生都走火。九佛哦，你九佛出世，日本时代，日本时代出生。经营清理会啦吼，金钱地像种的无简单。你看俩后面看到的俩田，还有俩田哦吼，同地清泉地啦。哦，因为我们按理会，你的肉条摆迄有做嘛该洗迄嘛。都在外边就在茶工厂。哦，有茶工厂。茶工厂做像阿爸的个茶做手吼，做开到了。那个一段他们渡船头，哦，所以说去坐船坐到万华，跟茶米村啊万华卖，还有姜肉工厂，你卖哇，那当官哈，当官比方说你说土地个镜头中镜头香嘛，像很多的人啊做事哈，哎呀妈，那拿钱多听多头听，哦，张先生忙年哈，向来做事还先交钱的，不用压力，工钱还不扣，我先认来做，啊，我啊茶工厂哈。就个寒天啊，做茶浸水啊，在庄度你某种喊就这个是茶泡茶都叫酸木。像落水的，俺就要摘嗰种的木河，像木河嗰個你老嘅裝備團結，拿來像嘢即係做仔，落水咁嘅。所以哦，有對。清電呢？係啊，嗰個嘅細我嘅時間說，我終於到嘞，我終於到嘞啊！這樣用。讀書嘅時間說，哦，有冇按做紅衣類呢？按跳冇，按跳嘛嗬，用按叫蠻多咯，按叫哦，啊終於好嘞啦，終於啦。我啊茶工厂哈，就个寒天啊，做茶浸水啊，在庄度你某种喊就这个是茶泡茶都叫酸木。哎呀，反正茶工厂的是不少少嘛。哦，大家就取暖一下。那个茶工厂跟名我都原来都元顺记。元顺记。哦。所以我有一直沿用这元顺哈。我自己成立一个私人的奖助基金会，我就是元顺记奖助基金会。纪念我的先祖有这个那样。哇，你看观众朋友，了这爱的挺好的东西啊，吼，老个肉的传统还有历史啦，吼，爱用传承下去啊。庄母做的讲是三行两片嘅太夫人家，祖先係做茶面起家嘅。创年前过后就大量买土地，一下元福宫嘅地點呢，就係記到當年建出來嘅喲。好。了解幾個三行嘅發展歷史過後呢，呢下可以正式進入今本日嘅主題了。啊，來到了尾怎麼解？啊，帶你看十병家。哦，十병家啊，看到了尾有寫，你看十병骨頭呢。係啊。哦，俺就厲害都厲害哈。俺就看兩片。哦，兩片。哦，如係三行嘅。哦。三行嘅。看兩行呢，就去嘉安村。哦，你當我做了，屬於嘉安村。同到嘉安村。哦。但講呢，兩片上呢，三行嘅片呢，就係去
三门水库。哦，你看按有三门水库的这个地势就它它高嘞错哦。，人家两河街台地，啊，两行第二街，嗯三行的码头嘅迄第一街，哦第一街、第二街，三门水库三门水库是第三街。哦，按用哦，体摆低呢哈。哎，你就看到吼，哦你啊石板古道，还哎有之前的官道。关道哎哎，嘛该关道啊。哦，官道就会之前政府来开的路，嗯，啊运什么呢？烈风的啊，哎哈，烈风的果，果能够太客梅，梅哎，烈风的沙沙的，哎，沙沙个做嘛个，啊一做三门水库。三门水库啦，哦，哎哦，那啥嘞，还有嘞嗰，啲快木就会太客，太个，系太客成作千如苗咩。哦，快木会做成作嘅，做成嚟嘅。诶，古时候呢，细细都烈风呢，哎，行路行我哋行落，行千橋，細細行多胎，哎呦，行9年。很你看，久哦你看有石門國小，冇錯啊，三門國小，三門國中，嗰種，哎，哎，古時候都烈行，行到烈行來讀書，那石門國小還有各種啊，吼哎，應該講清久的好教咯，你話100年誒，百年好哎教你，睇30年， 30，哇，乜清久呢，吼，啊，古時候呢，烈行行上來呢，細細時節把書包啊，哈，輕重，都行輕慢，哦，行上去當忝哈。哎，可是到下課嘅時間咧，輕反應8天書包，哦就用走嘅，走啊，輕快打通條嘅，哎，用咧哎啲石板啊行久嘅吼，冇摩擦力啊，哦，不跌倒。你喺捱行9年咧，哎你喺後我硬唔可以行咯，你好，係啊，喂，硬唔可以你喺托過總一年啊，你喺彎幾行咧，我行睇彎幾行咧，哇，很神奇呢，係啊，上看到行久嘅。基本上吼經營清好，因為呢，俺從古到到今啊吼，坤骨頭，嘛坤裡面的這個門道，而經營第一個歷史，俺按用行起來，樣有意思啊。反正比如按用好一下哦，吼，一下，你哎，冇錯冇錯，來，骨頭，阿飛姐，哎，啊，你啊路行起來就按用 Q 用啊，然後個哦。平常的古道 Q 用啊你。睇人哋行烈風嘅，係做過嘅線咧，哦用你下擺有青花嘅、青平嘅吼，嗯古時候青花跌倒，烈風較驚啊吼，較驚嗯啊古時候要做過線咧，哎，冇錯，我按用昆人去，係，幾排新的呢，哦。上擺係橋嘅路嘅石標，沙表哦，啊露條拜就按發了，哦冇，之前較細，係冇這按用，這按開條，差唔多2地啊，兩地按用啊，哇，你看按用行起來啊，吼，冇想到細細條啊，吼，行起來真簡單的骨頭，哇，露條拜迄關道呢，吼，阿 K，係啊，家有一個時光隧道啊，吼，越走越古老，回到以前，然後俺呢阿飛機啊，吼，就會越走越小。然後變回背書包的時候，正然咧就見行見了啊吼，你看迄像落水咧，人哋就會摘嗰種嘅烏河，像烏河嗰個你老嘢裝備團結，拿來誒像嘢即係仔做仔，誒落水咁樣。落意咧啦，誒，那條那冇空中誒吼。兩條誒，就會之前哦，清久之前咧，清路最原始的石板古道。哎呦，那今年青肉啊，你看那係啊，顏色就冇 Q 用冇 Q 啦，用係。但可能這冇 Q 用的三條啊。係啊，冇 Q 用，你看了，就青番啊，青挑啊，青條啊，你還有懂你底，還看，那起到了尾啊，就拜拜了。你看還有了當個按到扭腿，扭腿係。哦，有冇？了這拜拜證明啊。啊，你看那條拜結發，就按發，就按發零零，就按發零零啊。哦，真嘅哦，行起來冇簡單呢。哦，就之前啊，邊放嘅時節啊，全部你看像坐雲霄飛車按6點下咯。真嘅係雲霄飛車，拜拜咯。我來今年清翻呢。係啊。誒，4哦，扭腿，清電呢。係啊。嗰時候嘅4號嘅時節就，我終於到咧，我終於到咧，啊！這樣用。嗰時嘅時節就，哦。有冇按做風雨來呢？按忝哦，按忝哦，用按久忙多咯，按久哦，啊終於好咧啦，終於啦！哎呦，大家遠啊！根本嘢骨頭按好行，難怪唔聽到按呢。嘿嘿，石板骨頭呢，咪喊做開膽骨頭，係我哋也是愛燒嘅3條骨頭之一。一般人所講嘅乾土，就會講政府興建。發土，還有佢兩隻樹打開來嘅發土，
跟名堂呢就等将3尺发天天咯。哎，阿 King，行到那位啊吼，你看那条骨头啊吼，你有看出什么端倪没有？得只石條都冇咁樣啊。搭扎沙条冇共用吼。你看这沙条啊吼，中间行路的地方啊，是按用方方正正、规规矩矩的吼。那顺条的这些长方形的，你看。长的。加啲长的，当狗长的。那两片啊长的会做乜解呢？这些啊吼，养了中间的规规矩矩方块的石头呢，扁体，故说呢两片然后做了护栏围起来，还有呢这个路啊吼，就会保持得很完整。哦。还有底的吼。冇错，够问一张问题。好，阿 King，你底了沙条用完做出来按平冇？按平。做到按用平。露头摆冇機器。冇機器。用叉咩？哦哟，錢冇？有錢冇？有哦。有哈，厲害。冇錯，這用叉咩啊？吼，用要不看了底是底咧，看了底有冇？冇平啊，冇平，一點點那個凹凸不平啊，吼。還有呢，那順條，你做嚟看到那邊，你看有在一個弧形啊，吼。這時間就是按用敲一下孔啊，吼，它可以撐啊，吼，就按用撐到底杯。比如說太蓬船按用敲到底杯啊，吼，可以撐嚟打到底杯以後呢，要沙條就按用逼開來，逼開來是按用平的沙條紋路。我看那個沙仙嘛。你有尝过沙仙吗？哦，有。沙仙嘛，就是石头啊，然后它裂开的话，它会有一条纹路，节理啦，对。哦，节理。哦，等一下，转过来，再给它转身。哦，镜头停一下，观众朋友看一下会不会多累啦？行，冇10分钟啊，没有10分钟哎。系啊，短的啲。短的啊，按用蛋糕喺那边。哦，感恩村啊，对。感恩村都上班哦。哎呦，我就短一节啊，哈，就这样子。对。而且你这爬几年？9年。9年啊，土地之类冲来冲去啊。行上行下。继续行啊哈，有赚到西澳的时间哈。有。都意咧啊。也應該係我哋目前為止撲過最丟條嘅骨頭誒，短300人公尺，轉2個彎就到咧。多嘞，很細條的骨頭很神奇呢。哇，觀眾朋友加來看一下哦。那邊啊吼，青醬有特別的風味，然後一行熟了後，感覺這邊是哪裡？哦，你感恩村。感恩村啊，然後有一個那種與世獨立的小感覺呢。去上門書庫的時間啦，有請到美國人蜜桂園，工程師吼，佢哋向帶啊，古時候誒，你看迄木嘅樓以前嘅木桶咯，安尼有點車，嗰度其實有啲歷史建築咧留下來咧。規片愛用平啊，吼，直齊的啊，吼，還有個蛋糕嘅木檔啊，吼，是那種真美國味道很濃的一種美式建築。那英文叫乜干你啲嘛？英文。house， 哎呦，我調前偷蕊，他們都有在聽哦。按底啊，冇錯，你這些 house 啊，吼，街舞底杯嘛有一隻 house 的 style 的舞蹈。你看俺就是跳 house 啊，吼，突然的阿 King 啊，吼，去請蘿莉仔。大家要啦，我在邊個人啊？阿飛只講呢，美國人來到了作水庫啊，已經係後期嘅事情呢。喺清朝時期，貨物就會靠石板骨頭。來為太行海碼頭留楊梅關起了條內陸嘅天氣。一來到呢位啊吼，俺吃到你嘉安里哦有老配總條無共用嘅感覺誒吼。你落在做農家嘅位數啊，種茶、種香茅啊、種番薯啊，民國44年開始啊，去上門水庫啊，所以同你說邊疆咧。咱今年啊吼，俺進路條擺嘅時節啊吼，唐貢嘉安里，那當會有個美國路啊。哦，你美國路啊哈，去上門水庫嘅時節啦哈，因為你台灣還蠻有個技術啦，所以請美國的工廠師、美國的公司來設計，所以你等下你看遇到嘅哈，嘅北水局的宿舍哈，北水局宿舍你嘅家下嘅美國人起嘅留下來嘅啦，所以美國人帶嘅個宿舍啊是按照美國村啦哈，啊美國人行嘅條路是按照美國路。按時誰本來然後這個節目底播啊吼，談小戀愛，謝謝。虹橋啊，有冇做到按功夫呢？哎呦，呀，你講愛到之前的古道，
哦，你以前迄骨头啊，哎，你们俩水啊，青苔嘛吼，中青岛港渣，都渣布行。哦，渣布航海。嘿，渣布行海，例如港渣呢，可以出运输啊，例如之前啊，还例如三行的航都送过去，就会清水坑。所以美国人带个一个宿舍啊，是按照美国村的哈，啊，美国人行这条路是按照美国路的，所以有意带思啦。给边你就叫美国人啦。巧噶，但是遇到民国50年的厦门水库气候咧，了等于是叫伊啦，哦，但是个美国村、美国路，了村名、路名就还留下来。韩国9千年啊，清月名的一部天象啊，按照我的少女时代哈，天象是一部分是从那边翕的，美国村那里，在美国这个边翕的。厦门水库嘅兴建，则引起大汉海嘅水量变色，唔但将结束佢嘅船运功能，咪改变咗嘉安里嘅原来嘅面貌，对传统农村一下变做使用面十足嘅美国村了。哦，里长，这俩位停下来啊，哈，经营好，你看下后背，哇，绿色隧道很强呢。绿荫廊道还真啊，两条迄乜个路啊？那条路是按照美国路啦，哎呦，美国路啊，大家谈过嘛个美国路，那路行下是行到美国去啦哈。哎呦，安后呢哈，都不用拿护照坐飞机耶。因为要60年前去厦门水库的时间了哈，工厂时啊，等于清冲胶啊哈，所以那个油管制啊哈，所以普通人那路行的，那条路啊哈，迄美国人专行的啦，那当国是美国人带宿舍，按照美国宿舍，所以是美国人在那边行上行下，所以你早上也是讲啊，个美国人行的路是按照美国路啦，哦，个名是留到厉害来啦，那条路做数片做喺3行的啦，其实行是都厦门水库去啦，哦，现在地理位日本他个了解一下。哦，某讲个历史啊，这唔伫两条啦，吼，迄美国路啊，视察过来这块啊，很讲一个绿色隧道哦，按用市就过去了啦，吼，故说啊，吼，俺连呢从不到都了解历史行去了，然后特别有意思啦，冇错吼。有感觉。罗里长讲呢，喺民国40年代，一条美国路做得算係台灣最強、最現代化嘅道路之一咯。當然，美國人就會行一條路來回廈門水庫留東方迄嘅宿舍。俺两位是嘉安北水局的宿舍啊哈，民国40人家去的啦哈，就会去厦门水库时间啦哈，美国人个建筑蓝图哈来去的，所以大家看到那边的屋的哈，就唔像俺哋路传统的台湾的屋的，是像美国式的屋的。俺看到啊，吼，那屋啊，吼，这个建造的非常好，真讲哎吼，啊，那马上人待的地方啊。你喺安尼工厂人员者，韩国了条个技师啊待啦。啊，用讲以为个宿舍有台式个无够用嘛？有啊，其宿舍含咧有分等级啦吼，两位安尼去的位所迄甲中的宿舍啦吼，是分个较高级的职员待啦吼，局长、副局长啦吼，韩国秘书啦，韩国科长个都待了位啦吼。科长。班同啊个是一种宿舍，这种的宿舍，这种宿舍是分一般的职员待啦吼。个他人的位所个是兵中的宿舍，兵中的宿舍是分个技工啦吼，分个其他个人待啦吼。基层啊，基层嘿。那后背啊，吼，戴夫啊，吼，今年青春跟美国明星啊，詹姆斯·迪恩 （James Dean） 的吉啊，吼，有一大电影9年了哈。哪一个电影名称你知嘛？杨子不教谁之过？冇错，就是那部片呐。那张影碟啦，你还不会是像美国人个做起个种下人的屋的啦啊。比做的太阳神扇啊，太阳戏啊，同一个格局啊，建戏啊，哈，又唔咩清贵，但是又清爽爽啊，哎，我选择按照书啊，按发那个路啊，哈，所以都离下面喊清步的屋的。厦門水庫起好過後，美國工程師就離開台灣，呢條宿舍呢就轉做中山科學院嘅宿舍，還有駐台美容嘅宿舍。目前生權係屬於北水局所有，做唔得買賣。在地政府希望做得重新規劃，來打造變做清有特色嘅文化空間。對美國村繼續向上背下，就來到北水局頭前嘅太草拍。
也别保留一个老家岸嘅精神象征哦。阿庆啊，俺哋从古到都近啊吼，小个个古土啊吼，你下呢来到嘉安，那个地方啊很宽，会不会一个大草坪啊？你想象一下哦，看是露条摆啊吼，近近迄那地方，青头个茶树啊吼，还有个野草啊吼，土地都上到了尾了一只山头，因为啊吼个会盖个石门水库的时节吼，老了车坪以后呢，就盖一个宿舍，美式风味清纯的一个宿舍啦吼。做啲上到以前，然后了用的土地无强用，底下吼有一啥呢？仅仅有见证了整个时代啊，吼还有这环境无强用，来去看一下。来位，李长，哎，好，拜拜嘛。欢迎。哇，你北公庙经营清强，很快你喺书条，几台咧？哦，北公园老榕树係。我北公园的啊。係，呢個北公喺度種油北公。娘媽喺度種油北公呢，因為本身吼，了為喺土地上草嘅位所，加種茶、種香茅啊，種青頭草、野草，然後所以嘅種油嘅生意呢，是田油都了為種，種嘅生意就高啊，照相就高，油嘅做油嘅生意做生意，都團戶了，一轉戶下咧。大概生意是做了北公了拜拜，我北公那个牛的吼，摆出人个天卷了。那个一条牛是乖乖是卷来的。哦，哎呦，所以呢，北公是清理很多地下大家都香火先多啦哈。但是呢，北公园历史啊，所以呢，佢对呢位地方嘅变化吼，北公园就其实看得清多的。阿 King， 冇错，我讲嘅冇错啦吼。会不会北公啊吼，坐镇啊，看尽千百年，哇，还有讲做得啦吼，做得。李总讲，民国47年石门水库开始兴建过后，嘉安里嘛个都改变了。唯一冇变嘅就系一间壮牛北公庙。百多年来，承受啲两片守护嘉安嘅子民。沙班古土嘅小姐到了结束了，稍後嚟嘉源到阿琴可以轉起三項千有名嘅地標，也就係太平鳳橋。聽呢條古土嘅故事就會開始了。暗示谁？本来啊吼，这个节目底播啊吼，谈小恋爱，谢谢。天气啊，讲哦。讲了，虹桥啊，有没有做到暗功夫呢？哎呦，呀，有冇爱到之前的古道？哦，你以前的古道啊。哎，古道，你看那片上，哦，之前的杀咕噜啊。哦。喊出来哦。喊出来哈。哎，呀，就之前啊，还呀三行的行都上不去，就会清水坑。哦，荡沟沟伊的清水坑，还有咧两条啊，吼，古土行沟伊咧，行沟伊太平，啊，哦，离三门水库清泉啊。哦，古做两条古土做得行到三门水库嘛？做得行哦。你枫桥呢，也系糯米桥，你百年的枫桥，台湾呢，如果像按完整的，其实清水的，之前冇个枫母奶，就用个糯米啊，哈，糯米有粘性，粘性，古时候你看个砖头跟砖头底部啊，哈，个糯米啊，掺一点点石灰，要有粘起来，要有然后坚固，然后粘嘛，哈，还有看到很多个拱桥圆形呢。讲个水啊，哈，落太水的时节，做太水的风采的时节，个水清多啊，讲佢无法度宣泄，故说佢种杂，让它分流。漏条摆啊，用板我行那条路啊。你之前那条地方呢，种青豆甘蔗。甘蔗。因为那水啊，青苔嘛，哈，种青豆甘蔗，那杂布行。哦，杂布行海。嘿，杂布行海，也就甘蔗呢，可以出。运输啊，太平洋嗰項有東西要過來，呢項有東西要過去，一條係之前的古道，虹橋古道係嘛？虹橋，哇塞，虹橋古土呢，吼，漏條擺青島銀行，那兩下冇銀行咧，主要道路變到那邊。你睇下睇下，都呢條路行啊上去，就台山線咧。台山線。有台路的啊，唔是行兩條的啊。唔是行兩條，故說按用喺視察，就做對行嘅放過嘅台山線，吼，台路咧，係嘛？來咯，行路咧，我行了。小弟，你行嗰啲啊，嗬，迄年來嘅塞。嘿，真嘅呢，同啲塞條啊。係啊，太細啊，呢啲青島路人家都嚟行啊，潤通行一條路啊。後地啦，佢攞波一台山線開咧。冇呢條路都飛嚟去咧。
没错嘞，按用讲还是低嘞。你看那如果说那条路啊，可以改建或拓宽啊，还可以用的时间啊，伫个虹桥，就摩天有今天被摩天哦，哈，故说啊，后来呢有台山线了，给还是没问题嘞。嘿，啊，故说了到位的青岛人来那边休闲客栈的嘛，翕相啦。行路咧润通啦，哦种菜啦，哦，嘛又对两个啊，看家嘅样又嘅无顺田啊，无顺，又菜田啊，就主良行啊，行嗰條路啊。哦，啊，你有結蟲啊？那條哦，結蟲哦，唔可以清蟲啊。這像就是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啦，哈，雖然是短短一條，但是呢，裡面的含義非常多。哦，很亮，行路路。一條清水巷古道就係早期三巷通向清水巷嘅聯絡道路，沒有800多年嘅歷史誒。不過一下呢，已經整修咗休閒鋪頭。順巷嘅睇石頭係調試保留嘅老古道嘅遺跡。順定古道一直向上背行，就做嚟通到石門水庫嘅管理區了。要馬會做呢個動作呢，因為啊，吼，我哋呢度邊係龍潭，然後龍潭這邊有一個跟陸軍的飛航基地啦。飛航基地。就是陸軍專門飛飛機的，所以古都有很多直升機。觀眾朋友看一下會不會？哦，冇錯，你看安泰一炸，好大啊！跟這些俺哋嘅石門水庫啊，觀眾朋友。看過石門水庫有那種石門大壩，叫義洪道。哎呦，阿 King， 我今天的學長會向你學習的，冇錯啦。跟後背你看到個檔口有沒有很像橋墩那樣啊，一條一條嘅這義洪道。民國53年完工嘅石門水庫係台灣嘅重大建設，甚至層層改變嘅三巷樓郊外嘅發展。為咗本我哋了解當年這段輝煌嘅歷史，阿飛機還當搶嘅菜地嘅阿骨伯來為我哋來紹介哦。石門水庫嘅位大下子係乜嘢海啊？太行海。太行海啊！太行海。那位太狗啊吼，去到那邊按叫咧啊，我給自我介紹一下。你要搶那個阿哥伯啦，俺就介紹一下咧。冇錯，阿哥伯。阿哥伯。你看這片啊吼，係石門水庫嘅大壩嘛吼，大下吼係大漢溪，石門水庫啊，行忙起嘅時節啊吼，那個太行海係乜嘢用嘅啊？太行海就台北人嘅篷船吼，我來載個關西新婦嘅東西、茶葉嘅吼，全部都入去轉去台北。哇，呢個大牛家煮了紅色嘅。哦，因為行到那邊就冇一行哦，哎呦，有冇？今天嘅遺跡，睇下全門一款。哇，做條擺喺路啦。天的。我跟一條啊，你下本件大回了，跟一條然後。太行海就台北人嘅篷船吼，我來載個關西新婦嘅東西、茶葉嘅吼，全部都入去轉去台北。哇，古說了尾在轉運站，你看個關西啊吼，個片的東西啊吼，盤山啊，行個飛沙縱走的古道吼，冇錯，我頭前有講過嘅行過來了到尾嘅呢，都得來到個太行海，落條擺喺一隻港口啊，個東西賣去哪邊啊？全部咩台北人來，幾多齋賣到台北去啊，唔知賣出過來那邊人。哦，阿骨伯行講呢，其實唔單止愛出口嘅貨物，愛行太行海嘅水路，對台北愛源於洋賣，維持呢條地方嘅民生不止，咪愛靠太行海來運輸。故所呢，頭擺嘅三行碼頭，實在係鬧熱咯。太行市嘅石頭啊，青啱哦，青啱，頭擺吼，石門水庫忙做到時候，有船嘅愛用行到了尾來，你啊石頭都幫石門水庫拿鐵你啊，就
就磨了就连码头就飞起了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啊吼，给太行海个沙条啊吼，还有沙库，同体拿去做石门水库哦。错啊，做那样的太把炖起来的。炖起来的哦。哦，迄马上引来做个石门水库啊。美国人来做，他的车子哦，用那个怪手这样挖松，那个下巴这样嘟啊就进来，就一路在那。哎呦。阿飞只讲，其实正确讲起来，日本时代日本人兴建桃园太尊，因太行海嘅海水来淹填嘅时节，因为水利降下来，三行呢就已经渐渐失去码头转运站嘅功能。后期兴建嘅石门水库，再加上公路嘅开通，三行码头就正式宣布结束，行业历史了。手机睇2條三行嘅古道，sau來第3條古道停定愛現成了。地點呢就喺提示較高嘅三角拿嘅清水行。阿飛姐，分流馬路，係啊，營業咧吼，嚟到呢位啊吼，你看太準橋順條，呢下呢你會修嘅馬上日本藝術師。哦，你要帶你嘅容理種嘅吼，嘅我攏講哦，嘅咁啊有古道哦。係啊，哎呦，楊里長係冇？阿 Ken。杨里长啊，吼，现在我唔敌是那位，给你找一下杨里长的那位，大喊一下。杨里长。哎，弟弟啊！哇塞，观众朋友，这档狗啦。系啊。哎，杨里长啊。哎呦。啊，爱人啊吼，出江条松起做对嘛？做对啦，做对啦。来，观众朋友来，嘿，哦，松来咧。小戴。哎，怎么解？我攏講哦，如果帶你去那個容理種。哎。阮去吼，帶人就去了。好，冇問題。係，地方有個古道。阿 Kim，阿 Kim 哦。可以啊。哇，你啊，我愛人有一啲交換位置一下，愛人一啲嗰老楊里長吼，訪問你一下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後背那條準橋嘅啊吼，迄乜解準橋嘅啊？要做石門水庫跳下來嘅石門太準啊，佢做三旁嘅有張碼頭，應該將客家引進到嘅。農產品啊，將佢竹洞嗰邊茶米啊，還有人家米啊，用行路開，次開到人家三旁嘅碼頭啊，按樣這樣船嚟轉到台北去賣。哇！所以說你搭住一條古道，兩邊有古道錢啊，你佢橋嘅嗰邊就一條古道啊。這按樣次是行到3幾度？冇啦，300下啦。300下哦。我估到人講兩條古道啊，吼。行到哪邊去啊？行到去。行到銅鑼墘，行到竹洞。行到竹洞，這桃園行到新竹嘅位啊。我說你路條擺啊，你古道有名哦。有啊。冇名咧。冇名啊。主地就兩條路添。兩條路有幾久誒？兩條路啊。係啊。用個清朝時間就有。那地方我都塞起咩哈？佢最早開發嘅時間是1828年。1828年嘅先民啊。出來了開發的，當係出世嘅時間吼，呢條古道就編裝嘅了。編乜嘅用啊？用而家農產品佢全部是啲態度行嘅，有插栽嘅啊，唔是用開嘅啊。嗰條路唔係大馬架嘅時間，佢係塞條路啊。塞條路？冇錯，你看。好啊，你下叫落去啊。係啊係啊。都捱去開。楊士珍係三角拿嘅里長，佢講呢，清水行古道就係佢關係嘅境內。清水行古道因為整修清完善，知名度較高。佢家講到嘅通到新竹嘅無名古道就千少年啲嘅，咪係禮拜外頭來拍片呢，佢真想起來嘅喲。冇錯，觀眾朋友，你下看到嘅呢條古道呢，是哪位呢？阿坤指一下。哪位？哦，呢條古道呢，吼，這兩條啦，吼。我說呢位沙坡呢，你看這條照片呢位，有冇？看起來有看到嘛？還有那蛋糕咧，蛋糕咧以前是人家住的房子，現在你看到冇？老咧北公廟，來里長行去拜啊，衝牙咧。好啊。哦，聽下啦嚇。拜北公啊，嗱，客家人嘅總條同你有北公啊。係喲。係冇？田頭北公，田尾北公。你看田頭田尾。全部都北公。啊，你這北公有乜嘅名嘛？有啊，秦福祠啊。楊里長講，秦福祠算係老無名古道平西施。沒有800年嘅歷史誒，目前嘅地板係菜地嘅居民為到祭拜奉天，一錘一錘用石鏟嘅鏟出來嘅喲。做得無名古道，老清水行古道，楊里長講呢，三角拿其實還有一條丟條嘅古道，喊做大牛橋。
灰色一些。这可以做古道啊。哦。你大牛家做了红色的啊。哦。你看俺们俩行的个柏油路，都在那个边是冇柏油路了，就吃行上去的。牛就冇啊。哦，牛的行到了边就冇行哦，哎呦。好不会那条哈，冇超冇偏远啦哈。大牛架将係一條短短8個公尺天天，係搶水行嘅居民到3公里地區耕種，運送農產品嘅簡單嘅片套。不過呢，也已經荒塌，冇人行了。有冇？今天嘅遺跡，睇下全部你看，一當過嗎？嘿，你看，有冇？全部係條哇，做條擺喺擼啦。我跟一條啊，你下本件大回了，跟一條啊哈。楊理長講，大牛架一個名嘅釀起來嘅，其實真神奇。呢片呢，因為做得行牛茶，不過因為山路淺架，牛誒都唔係行上去，嗰所農民都會攞佢笑一下，喂，牛唔行啊，牛誒怎會行？嗰所大牛架一個名嘅啊，係按樣來嘅。那團然後係藝人種出來，釀出來啊哈。還是蛋糕買很油，蛋糕油買細一段的啊哈。楊理長講，啲古嘅龍潭地區其實將安陽嘅細骨頭啊遷多，因為平地唔係遷多，耕地又少，所以有一些地淺平嘅土地呢，先民就會好好地利用。故所將會出現安陽一條又一條丟條嘅骨頭。大牛架呢，也就係我哋今日我來燒嘅第3條骨頭。哦，我們看冇想到大牛架啊，哈，很多料片之間俺哋產業道路啊，你啊，哈，產業道路喺太條嘅路啦，哈，嘅市場哈就彎彎曲曲嘅四星星 Q，你啊大牛架呢，很直接，次行，就送到東檔誒，東檔這料到畢業啦，哈。從古到到今，學過千多嘅骨頭，我哋發現一條骨頭呢，其實都會先民遷出來。點老點之間最強嘅細路誒，我哋啲大牛架要再一擺得到證明了。清水行你在太行海河基地最高層，早期呢係以絲禾老種茶為主，尤其係東方美人茶嘅品質最好。一直到呢下呢，呢片係有千多細型嘅茶葉，係清水行一大特色咯。喲，正題有人衝過啊，循聲而去，夾山歌。台姐，我唐人唱歌啊，吼，唱到暗后堂，马改名字李世珍哦，我来问一下，马上人替位摘菜啊，廖大，哎，你好，阿琴本期嘅嗨拜一下，哦，你好，翻杯耶，好换位置，你下有一只青州鹦鹉啊，爱记啊，这龙潭了到尾数啊，吼，摘菜人啊，吼。老几平台啊，露头摆的时间。露头摆，我从其安后上就开始摘它，摘到了哈。哦，你都得传授一下技艺哦。搞唔用的。楊理長講，雖然一下搶水行嘅面貌已經改變千多，唯一冇變嘅啊，就係茶香味哦。你本人睇價有限嚟適宜啲茶。今日我哋嘅節目紹介龍潭太行海流域嘅古河老故事。呢將北台灣千多客家莊參與嘅總體站3行嘅作為完整嘅紹介，希望下一擺大家來一片了嘅時節，做得有無同樣嘅抒發，冇同樣嘅感受。